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我係寶血會陳意苑修女。觸動心靈嘅故事，全部係真人真事，亦都係慕道者皈依嘅故事。李先生今年50歲，已經結咗婚。一出世，父母帶佢去教會幫佢領咗洗，成為咗基督徒。讀書嘅時候，佢經常參加基督徒嘅團契。李太太唔係基督徒，從來冇機會接觸過天主，亦都未聽過天主嘅福音。李先生有極強嘅責任感，非常重視家庭。佢有好強嘅信念，縱然遇到點樣嘅困難，都唔會成為佢放棄嘅借口，或者係事情失敗嘅原因。佢永遠相信命運能夠掌握喺自己嘅手裏面，無論起點係高亦或係低，只要努力往上爬，爬到最高，佢先至滿意。2008年5月，噩夢忽然間臨到李先生嘅身上，佢得咗一個危疾。疾病使佢時時出入醫院，次數之多，連佢自己都唔清楚。病魔將佢玩弄得死去活來。喺治病嘅期間，時時有兩句說話縈繞喺佢嘅心裏邊：喺巨富之中死去係幾咁可恥，明日能唔能夠醒起嚟睇到日出都唔知道。呢兩句說話就大大咁影響咗佢日後嘅人生觀。李先生出院之後，佢再睇唔到佢昔日喺佢面前上嘅光輝笑容，佢已經變成咗一個令佢太太十分不安嘅陌生人。李先生總覺得自己嘅工作做得唔好，俾人恥笑；若果做得太好，又會惹人嫉妒，俾人排斥。佢心中已經冇黑白之分啦。生活喺黑暗裏邊，佢就成為黑；生活喺白裏邊，佢就成為黑白。生活已經唔受任何道德倫理規範，足足1年多，佢任意放縱自己，為所欲為。佢已經無法面對自己嘅婚姻，事業前途亦都跌到落去谷底，無法回頭。直到2009年7月，李太太忽然間改變咗同李先生分手嘅決定。帶李先生去到聖堂參加舞蹈班。李太太唔怕再惹嬲佢嘅丈夫，佢只係想大家唔好分手，唔好大家內疚一生，想大家揾到真正嘅幸福。佢試一試舞蹈班係咪可以幫到大家。原來喺之前，李太太都已經時時獨自一個人嚟到聖堂參與彌撒，靜靜咁聆聽天主嘅聖言，佢心裏感到好舒服同埋平安。2011年4月，李先生同埋李太太一齊領洗，見證天主對佢哋愛嘅呼喚。豐厚嘅恩寵讓佢哋重新走向美好嘅基督徒生活。乜嘢觸動咗李太太嘅心靈，使佢能夠原諒李先生過去所做嘅錯事呢？乜嘢觸動咗李先生嘅心靈，使佢真心悔改，皈依天主，
重建正確嘅人生觀呢？人生無常，活在當下，珍惜眼前，豈不是大家都知道嘅事實嗎？但又如何使佢心動，持之以恆，身體力行呢？唯有返回生命嘅根源，從天主嗰內獲得生命嘅泉源，深深經驗到人無論做乜嘢事，天主對人始終如一，不離不棄。咁樣，人先有力量重新起步，向生命旅途再次進發。讓我哋以若望福音第3章第16節共勉：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，反而獲得永生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